एक कॉफी ऑर्डर, एक चाय, ये कितना फुल बोला एक गिरा देख सारा एक कॉफी लाना यार मेरे पास देखिए क्या हो गया राजे चला खत्म हो गया
学习才能慢用起来。第三个嘛，这个叫不仅交通的前提，叫不仅交通的前提，还是重要的。说让主角你看见了，不仅交通的前呢，叫不仅常温的，不仅交通考虑的前呢，这个那有啊，那不清楚吧？一般的这个叫不仅交通的前呢，是哪个啊？是不是主角你看见哪个，还是哪个的？总体性的大概超过年的这些天，可能方面的总体的要我们是不是？这个就是前头好的不是呀，在这里做些修炼，有这个人的这个从这段新的在嘛进行做些修炼，所以你过度方面。但是这几十种以后的确定因素啊，是那么忙的这些，对不对？这个男性的要不是都是为了感觉严格些，这个尽量从那个在他的体内有一个的叫做什么？叫做性质在嘛？所以这个呢，这个是那么属于安全拿到哪？是规定的。不仅这些，你们参与的，在这边3年，在这边5年，这个这种话呢，要不仅说是在人家好的让现在这个在生活的给你都是随便里面就是他现在的生活，那我们怎么说的？怎么说的？要不仅说是怎么说的？不仅经济有点好的，基本上就是我选择了这些。你这说了在京路上去一点的，咱们说的这个，咱们说的这个么是吧？我就比如说越南南的我们他们那个讲了呢，就是在那个在他那个比我们他们这个。说起呢，是不能去年的那个，红的在我们厂里面的跟这个除了当然，除了女的搞不了的，专业搞的，搞了1个月现在拿到了吧？都拿下来，也给大家呢，也就是那个当初这个也是之前是那个第一个条的学习拿到，都在这儿你们就是他们这个有些这长期生活啊，都特别好的，前3年我在2年级跟那个去引进的除了安全的就是那边的那里一个专业铁修之类这个我们他们改变他们里面有预计今天说他去年有重了的话，当然这个东西说什么了？这你们看去年的东西我才能忘了这些，但是呢，在这个我看去年的可能如比如在我们现在邻居的面嘛，就是对了，老师的是那样的吧？老师的多一点的按照老师的这些所去接触面试的高中上的吧，看你听这个的，当然就原来就差不多。但经常看那个的，老师啥是那个？领导我在那才跟你看这个啥是那个？这还是什么东西？当然就越南咱们越南呢，咱们看的老师的啥的，在前面是谁的那个？很机灵，一个在家在那。跟上我们去在我们那边，咱们就是说在这个还是拿到的，就是这种他，但是呢，历史的也从下了，
人力生产经常连嘛，人力生产或主局长也有，哎，那些有些人民我们对哪个啊？这边跑我这个对哪个啊？让他们的哪个啊？那感觉这个毛病，也是差的。当然，确实我们常年的我主角的呀，应该大家在讲嘛，中国成都这边工作2年，在这方面经济我们常年的，家里的话是基本上穷不用了吧？在时间到研究，那他们嘛就能顺利学习了吧？兄弟姐我的了解，第二个呢，我来你，了解什么？我们需要啊，谁的这点看到我们的，看这个我学习。那么这些超问题，我们家庭经过考的呀，我们书面，家庭都是好多事情的。你看现在都给我的演讲，那就不是了，真的。北京路上去以前的，我们那么多那自己家的，以前这些家里人，你是说要现在你说要啥呢？就是看到这个这个人，那么多那这个，那地上我们家在，那你也不是那个啥什么的，谁能在你妈的妈的我在，我你叫你去给娘嘛，干那对接的啊，对今年最近几年干的。民主服务的，服务他做的呢。现在那具体的一套呀，那么的，我们看的他们忙一套呀，不用早一些了。但是，现在主要的啊，大家忙一些，但是说我们看的电网上，就是主要上的呀。基业教育体，业分体，原理的你这个啊，但是他不与那么的，但你人差不多，不与那么的，他对了，现状没有的，现在这个英语那样子，特别那不是，我们这个东西嘛，到你搞嘛。一套的呀，在这东西那嘛是人忙嘛，肯定是开的。本来老百姓说起那那白给那个忙钱给拿的也占不了。老百姓的说起是在那年纪就是好花的，但是是不是？你虽然给老百姓有些钱给大，有些穷的钱给大，我你一定要花的，你给要花的钱，单独的去是吧？当然就是重新努力了一些也他不接。你这个就去考虑了，他们是不觉得，但是我这个假如是我们去，他是我们去年，这个就有问题。这个简单来说，我们这里有人电视书讲我们进城里嘛，我要是现在这个电视在上下方面玩的，听这玩的不见。我们这边现在这一句传媒的人家明码的开他工作中，他肯定是嘛他在哪里的，在哪吧？这说，这个你学有嘛事情啊？他妈妈，你今年马上不是马家的，没蒙对，哦，天呐，经常我在这里。如果你现在马上来，不要看人家我们是的，是就是该去做的，这是你的路。但是他就是这个这样，我还是可以不去他这地方，说留在你，马上这些马上我掐了吧，你的邻居看到很多人去给那些。咱这些上就是百万的有光的
帮上在那看，其他这么的基地他帮上在那看，熊掌。7年，俺厂里面啊，也就是说来年啊，你要是我们去年，我们进去有，我们去南面去，然后你去什么西域，他们去，什么关系啊？连刚才咱有跟到你，你这肯定自己说的，咱们自己的也这里去呢，连着都可以。这些，俺的觉得要是我们去查一些，就是评价人家厂，就是国家的厂这些，老厂这些出国的，有那个钱能花的，没有那个，这些拿过来的，现在这些在咱这年嘛。从前往东南的话，马些的也是这样的，马不叫也上面是吧？我这样说嘛，马不还有来的吧？最早年的话，现在这些经济上都是给我们亲戚上来的，在那家上面去，我们可能嘛都是花在那都是往前上都是找一些钱路。那么以前这样嘛是吧？他不忙啊嘛，人对吧？就可能对吧？我们以前那钱上去吧，钱上去了，现在那都是我们亲戚那样的，你看我俺这的要不就现在老从刚才面对的，从刚才那个差距，这个地域的我们要考虑的不大，超慢性的。超慢性，可能有的跑还是老嘛在起来的，加上这个练习，无论不跑的路径，有些关键的跑外的时间比较方便的了解，无论不跑的这个道理，无论是说你老是很那个的，他加上这把谜语的，有的不是那些，但是他把谜语放到自然世界，你让他去从。平常的嘛，这里面的年轻人北京嘛，那么不状元，别都是上来的，一场是这样，就是那干活了。我怕天天去上，天天给老师天天记呢，天天记呢，国际节庆嘛，是吧？行嘛，后来嘛，看这些，就这样。刚才很多人啊，俺们工地的嘛。我们技术的各个看上的，大部分是用那个现在的这种那你看中嘛，人家是哪里啊？开了什么？是猪皮，但是那个么呢？因为苹果的科技的，科技当然我的科技的，路当然我的看见，各上这个差的信息，不出去，但是那个是吧？俺的这一天那么出去，连续早年俺们在这里住了，咱们人女嘛有点在往西上的那种咱这里面那么多年以前他不是我的前年的，我那中间那这个在小镇的一把，现在就可以了。有哪些是什么的？人家看着别差什么的，别差什么的，有哪些不大什么的。他这些上我在厂里地里边啊，人家看上我，手里手里是这样，心里也是这样。但我还得行，但是年看我还得行噻。但是我你这我上他还在现在明年这样是太阳他的，我们我都我马上说叫啥男性所谓的恰恰的也不是的上去去，说从这个马的单独马上就是我们叫鸡毛嘛，再就往西南的
최소라 나는 해야 이게 되는 문제예요. 이게 다른 이번에 정말 이게 자라타와나 가르쳐봐래. 재미 그 동해나 나라 대배가 떨리는 게 진짜예요. 인간 자체 처음에 배자에 출근이 진짜 많은 재미가 빠져서 너무 내가 무슨 공부야. 여세제 되는 것만 재미를 빠져서다. 야만한 빠져서 또 이해는 이해야. 이해를 이미 부르잖아. 마음을 가르쳐야 당신을 지키기 위해 지금 너무해. 어제 가는 문제가 되는 중에 마음을 가르쳐야 샤를 공부를 가르쳐서 나가는 인체리 먼저서 나가서 이게 되게 너무 공부해야지. 근데 주제를 가져야 돼. 이제 이거만 되는 게 있어서 그래나 이런 누구를 이렇게 하는 마음을 지게 마음을 나가자는 거를 이렇게 말하는 누구야? 뭐해야? 다른 로직을 모두 나와서 모두 잡이 나오지. 모두 배야. 모두 같은 재미 모래 잡이 다니까. 모두 뒤나 이제야. 제가 뒤에 되게 미지 두자. 두자 두자. 딱 해야 일러가 다른 일이 되게 다른 마음이나 아니면 이 자라는 빛나게 되는 나요. 이 거야. 내 되는 모든 자네 그 부분이 아니야. 그게 저는 자고 가야 돼. 자주지는 거에 이게 신경이 들고 땅에 뒤지게 이게 어디를 이제 중앙 주다. 얘는 주다. 그래서 같이 비교하는 같이 주다. 비교하는 같이 되는 딱 장하게 가는 계산 하나로 되는 무슨 저를 모르게 계산을 비밀을 넣어주고 이 사람 되는 거지. 그 되는 거지. 여러분들 모르겠는 그냥 실비의 세금 수익을 모르겠는 거라서 가도 나만들 지금 가도 돼. 아무도 못 버리나 아무도 말게 사실 잘 가지는 못하잖아요. 근데 제일 가야 되니까 나는 여러분들은 모두 비슷해 때문에 만약 저가야 되는 뭐죠? 저한테 가는 건 생각이 제대로 가야지. 애들이 공부를 다시 가고 수고를 다. 다시 계산으로 가는 게 가는 너무로 속한 그런 말에 진짜 나와. 실비를 쓰이라고 해. 제가 꺼지나요 말이야. 그래서 때를 가면 뭐시에 제주면 항상 그런 질문에 자네가 때를 공부하시는 여우다는 그래서 이제 저야 시스템에 이제 그런데 우리가 이제 그런 마음을 성장으로 가야 돼. 지금 내가 이제 이만 하면서 나와나 아니면 그때 야채 쪽에 담대 홀 되고 한번 되고 이제 나야 이제 너무 빼면 내가 되기 때문에 나는 이렇게 되는 내가 때문에 soltar 된다고 일단 그게 된다고 찾아요.但이게 야는 나는 지금 막 실제에 상대는 것도 다들이 제 잘못하는 게 이제부터 제일 와서 빼야 되는 게네. 얘 이제 들어가. 나는 지금 그런 많아. 내가 이제 잘 모르겠네. 딱이네. 가리네 너무 좋네. 지야. 이제는 야신나는 진짜 만족 몸에 안에 만족 저런 소리야 결론 제대로 저런 소리야 자들 견뎌요 수강 몸에 가는 저런 소리야 저런 소리야 저런 소리 대가 우리 마음에 저런 소리만 그래도 옛날에 많이 제대로 연습하면 나는 해야만 나오야 서로 되고 수강 이 시대의 양이 나도 공부하고 있는 데에